周潤發嘅電影《獵頭》，張國榮做主角嘅電視劇《儂本多情》，仲有林子祥嘅 MV《夜來香》，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全部都喺余仁生家族嘅古堡余縣拍攝，回顧余仁生呢一間百年老字號，由祖籍廣東佛山嘅余廣培喺1879年創立，再由佢個仔余東旋發揚光大。余東旋係20世紀初嘅南洋富商，佢除咗做生意叻，最為人熟悉嘅就係曾經喺香港、新加坡同馬來西亞興建超過10座嘅歐洲古堡大宅。呢一位富商之所以熱心興建古堡，係出於風水嘅原因，因為佢做風水師嘅爺爺講過，余東旋係生於魯班師傅誕，如果想長壽，就需要大興土木。余東旋對呢一件事深信不疑，不斷興建古堡，其中香港亦有過3座，分別位於半山嘅般咸道、淺水灣同埋大埔，全部都叫做余縣。除咗建築物本身有氣派，屋入邊亦放滿咗世界各地嘅古董同珍寶。呢一張相入邊嘅西洋古董盔甲，後嚟就擺放咗喺中環嘅余仁生門市。1941年5月，余東旋心臟衰竭逝世，終年64歲。佢嘅遺體安葬咗喺大埔嘅余縣。佢死咗之後幾個月，香港亦都淪陷，淺水灣余縣不幸淪為日軍屠殺戰俘嘅刑場，變成凶宅。余東旋過身之後，遺產由13個仔平均分配，啲女就每人得到3萬蚊，11名妻妾冇得到任何嘅財產，只有佢最錫嘅五太太廖正儀獲准終身居住喺般咸道同淺水灣嘅余縣。但隨住呢一位愛妻喺1978年逝世，古堡相繼被後人變賣。至於安葬咗佢嘅遺體嘅大埔余縣，亦早喺1972年就被沽售，骸骨被移葬至荃灣嘅華人永遠墳場。香港嘅3座古堡全部被拆卸，發展成唔同嘅住宅項目。